女仔參加，或者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女仔未必應該參加嘅。咁我就係覺得人哋唔揀而我揀，而我亦都可以如果殺出一條新血路出嚟嘅話咧，咁我就會係成為咗第一位嗰一個咯。唔甘於平凡嘅 Lisa 自細喺屋邨長大，佢經歷過一段混噩嘅日子，係一般人眼中嘅邊緣少女。其實好細個趨向，我已經自己知道自己係好想表現自己嘅存在感啊咁所以以前嘅方向嚟講，嗰一班人興呢樣嘢，咁我就會都係喺嗰度，但係就要比人哋仲犀利，咁所以就做一啲錯嘅方向嚟講，都會做到好極端，好似會去戒手啊，去穿埋去食煙啊，咁我仲會俾人哋穿埋脷、穿埋鼻，要更誇張自己，突出自己。我都係根本上就係活喺自己嘅圈子，所以我冇理過人哋感受咯。咁我淨係覺得自己好型。我唔中意讀書啦，亦都同爹哋媽咪關係唔好啦，亦都唔會表達自己，唔會溝通。咁呢啲都係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嘅過去咯。咁直至係接觸到攀石，我知道我好清晰目標係為咗比賽，咁所有嘢開始全部就改變啦。我覺得喺攀石運動上面，我好滿意自己有咁樣嘅成就啦。咁呢樣係我夢寐以求嘅一個成績嚟嘅，其實真係。咁依家嚟講喺第二個圈子啦，喺健美運動上面，我都好希望可以同樣有攀石咁成功，可以喺健美運動上面得到人哋認同，同埋攞到世界冠軍呢樣嘢咯。有時鍛鍊之中嘅堅持就係因為我好想贏，咁我選擇咗參加比賽，我就想去贏，就唔想去蹬腳咯。咁所以就自己去不斷去培訓自己，希望可以喺嗰一個場合嘅時候咧就贏人哋，亦都想俾人哋知道香港人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咯。我諗我頭3應該有。冠軍未必到喎。Asian Women's Model Physique over 160 cm, and the champion is category Lisa Chen Laishou from Hong Kong, China. 每次其實升起國旗嘅時候，我係好開心㗎。即係因為我而升起國旗，大家都企立啊，再加埋就係會播歌啊，呢啲其實我係真係超級感動咯。全世界嘅人係一齊為我而去做呢啲咁嘅時間咧，我係好期待嗰一個 moment， 同埋好想做呢樣嘢咯。為咗找住青春嘅尾巴 ，Lisa 喺贏咗健美比賽之後，隨即返內地學功夫。佢為自己定下另一個新目標，就係要成為最出色嘅武打女性。其實初嚟到呢度嘅時候，我都冇完全驚嘅，我係覺得好興奮㗎，因為我都自己好中意周圍去探險啊咁樣。一碰手之後，你話咁呢啲手啊，就好快。係啊。Lisa 個性格咧，好似男性化咁，佢係有時講嘢都好快，好性級。哇！日夜都會諗住緊啲詠春拳係點樣發勁啊，啲馬係點樣走。咪話女仔
男仔都頂唔順咁樣練功法。因為一溝手即係等於我都叫佢嗱，你休息下先啊，佢都照係咁樣練。我哋唔怕嘅。啲試咗，使唔使出差啊？跟住我你得閒。嗱，你睇下 Lisa 食嘅嘢，有油嘅佢都會養翻出嚟嘅。幫佢庸俗啲講下，如果咁食法，啲畜生貓啊聞咗個味咧會走咗唔食嘅，係嘛？Lisa 依家咁食咗，好似即係已經係好唔正常嘅。咁我食完之後吸收得到，亦都可以做到呢個體力嘅運動，又冇任何怨言咁咧，就希望大家尊重大家意見啦嚇。但我希望你以後慢慢要改觀你呢樣嘢。你依家係唔正常，所以你就係世界冠軍啦，係嘛？攀行係世界冠軍係嘛？唔正常先跟住你㗎，師傅你知唔知？正正常常我都唔會跟你學詠春。係一個演員啦，咁我知道佢係一個公眾嘅人物，咁好似依家啲心態就係覺得知名度曝光多咗啦，咁但係係咪肯定係踏入呢一步咧？又好似係，好似唔係咁樣。咁我知道嗰個行業嚟講，附帶條件就係要冇自由，呢樣就係事實嚟㗎啦。咁我其實係一個唔可以束縛住同埋唔可以冇自由嘅人咯。咁我有時都會喺度矛盾咁樣，覺得我係咪應該入呢一行咧？咁同埋我係應該點樣面對呢樣嘢？啊，向你學習，向你學習。多謝多謝晒。人人都以為我好強勁，冇嘢唔得咁啦。咁其實我知道自己其實好多嘢都不足㗎。咁當人哋睇到我咁高嘅時候，我知道自己嗰方面冇準備過，我就嗰度會自卑同冇自信心咯。亦都經歷過最好，就唔係好想接受下降翻嘅情況咯。我覺得我又唔甘於平凡，同埋我好多嘢都好想試咯。咁我亦都咁大玩啊，咁中意挑戰啊，咁所以我覺得自己分分鐘死咗都講唔埋嘅其實。唔係因為運動過度而數細啦，係可能係你去到一個階段，外間嘅壓力啦，又或者你做嘅嘢啦，或者張國榮啊、Michael Jackson 啊咁樣呢啲就早死啦，咁精彩嘅人生。我想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啦，即係好似我希望人哋識得我就係蜘蛛女啦，因為佢嘅意思係除咗代表攀石有咁嘅成就之時，佢亦都百足多爪啦，佢可以喺唔同方面都可以表現到自己啊。預計啦，唔知會唔會幻想我到10零20年後咧，都會諗翻現階段我做嘅嘢可能係好無謂啊，好嘥時間啊咁。咁我覺得如果到時我真係諗到我係咁樣嘅時候，我應該會係更高層次同更進一步嘅時候，咁我都好希望我第時會有呢種咁嘅諗法。